今日老公生日，一家大細嚟金沙食飯，撞正龍蝦特價，仲平過斑點蝦啊！直接嚟隻3磅大龍蝦啦！老闆好識拿捏我哋食家嘅心態，親自攞3萬龍蝦出嚟俾我哋驗貨，食家驗證，絕對油水鮮活，3萬度夾手指啊！一上台奶味濃郁，龍蝦肉鮮甜彈牙，廣東人都識貨，呢種新鮮程度真係扮唔到出嚟噶。有啊，必須要讚下佢哋嘅服務。食龍蝦嗰陣，佢哋居然有濕紙巾派喎！哇，嚟加拿大咁耐，都係第一次見餐廳會提供濕紙巾，仲會不停咁幫我哋換碟，感覺呢種神仙服務國內先至有嘅啫。正嘅係細路仔仲有果汁送，簡直係情緒價值拉滿啊！呢種服務真係冇得彈啊！咕嚕肉外脆內嫩，淨肉冇骨，老人家同細路仔都食得好滿足啊！上湯豆苗索晒啲湯汁，鮮爽嫩脆，完全滿足晒老港對青菜嘅執着。已經好滿足，點知飯後仲送埋碗薑汁豆腐花，一啖食落去即刻拉翻我細個嗰陣啊！藍色嘅豆腐花，濃濃嘅黃豆香，真係記憶裏邊嘅味道啊！老闆知道老公生日，特登送咗個生果盤，佢話提前講嘅話，仲可以現場彈吉他唱生日歌。哇！呢餐飯食嘅唔單止係美食，仲有滿滿嘅人情味啊！卡加里嘅人民群眾，如果你想擺酒生日請客嘅話，呢間可以放心衝。多謝收睇，我係卡加里嘅美食博主 Kelly， 關注我帶你食好嘢。